小胖，我劝你立刻马上跟龙哥道歉，否则别怪我巴林我不客气。就凭你，龙哥我都不怕，我还怕你？导弹局准备，你要干嘛？3、2、1，发射！不是，你说话就说话，老拿二踢脚吓唬人干嘛？再说了，我挑衅龙哥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龙哥是我大哥，动他犹如动我。当年龙哥能为我两肋插刀，如今我也能为他舍生取义，还他妈挺讲义气。废话，我小胖行走江湖，靠的就是个义字。这回完犊子了，咋了？如果说龙哥要揍你，这事可能还要缓；但是小胖要是说揍你，你他妈指定得挨身上。行，我找我干爹去。小胖，我看你是几十年没挨揍，皮又痒了吧？你动他一下试试。不是啊，我动他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废话，小胖是我盟友，你只要敢越过38线，老子就出兵。你要是敢打我干爹，我就干你。你要是敢动龙哥，我就干你；你要是敢干小胖，我就干你；你要是敢干小胖，我就干你。不是啊，你们几个搁这玩成语接龙呢？你们要是打起来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谁赢叫谁爹呗。有道理啊，反正都是要当儿子，给谁当都一样。